双城论坛拜二就要开办，上海台办的副主任李晓东带团行先去坐鸟空缆车参观游览。上海副市长花冠明暗嘛来到台湾参加台北市府的欢迎会。也论坛办线卖换上海评来请食到，不过是无邀请民进党的议员来参加。 双城论坛即要举行啊！上海台办副主任李晓东率队的先遣团15早起先来到木山，乘坐鸟空缆车坐风至南京，也学了台湾的地理。以前来过，今天来看一下。上次搭的感受怎么样？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是个夏天，还不错。 先遣团一行人下晡到所在的金华饭店，刚好是17个双城论坛的会场。警方烦恼讲有抗议的民众伫遮集合，已经伫饭店四周围准备障碍物。上海副市长花冠有驾16到台北，2港行程的参访公主破案园区、台北大巨蛋，昨暗时到圆山饭店出席台北市政府宴请晚宴。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到场，双方来互送礼物。这论坛是17个重点。 中昼由上海市政府伫君悦酒店会请北市府，不过遭到民进党议员的质疑，讲所有宴席敢若邀请国民党甲民众党议员。这显然就是选择性的邀请。那请问蒋万安所谓的越有争议越要交流，不就是因此而破功吗？民进党的议员平常谈到对岸也都张牙舞爪的哦。那既然话不投机的话，何必来吃这顿饭呢？过去我们都知道绿营的朋友们呢，对双城论坛是抱着一个反对的态度哦。那在没有获邀之后呢，那还是有一些意见的发表。那我觉得这方面是蛮有趣的。 对3名一贯道信徒到中国比利亚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呼吁蒋万安伫双城论坛向中方关切这件代志。不过北市府是口说讲海基会做袂到的，蒋万安会全力来协助。对此海基会回击，北京出版社总编辑傅查延和中共掠兵2年啊，轰掠所在就是上海市，所以蒋万安是不是要伫论坛提出呼吁赶紧来释放复查，甲一贯道信众是家己的选择。 难道台北市政府是已经接管了海基会吗？那以后是不是蒋万安来兼任海基会的董事长，不让上海的这个台办主任来到台北？那这中间我们要去找谁沟通呢？是不是有一点自相矛盾、自相打脸的感觉呢？借这个机会，然后矮化台湾，来讲伤害台湾人民的这些话，或者做出不恰当的一个动作，我想这样子大家是不欢迎。 国民党立委罗志强不满海基会无能力救人，批评民进党执政了后，海基会陆委会废不化，提案要求删减海基会明年1亿2千万块的补助款。记者综合报道。